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在2016年发生的0206大地震，造成台南市济损失，其中上严重的就是永康区的维冠大楼，造成115人死亡。现在嘛，连伊个要满3周年。对此，24号上午，副市长徐玉典甲社会局长黄志忠也前往3位受灾户家中探视，除了送上红包，嘛强调市府会持续照顾受灾户。今天0206的这样的一个赈灾户，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生命的故事，我们要鼓励台南市的市民。其实呢，我们在任何的天灾都会有一些难过、痛苦。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生命的沉痛，我们失去很多亲人，那但是呢，我们的受灾户都非常的坚强，他们透过不断的复健，透过不断的重新从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人生出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支柱。3位受灾户现在讲到地震，嘛是会使感受到因心中的惊吓，但是因嘛是坚强努力的过日子。我就去原公司做志工啊，然后我同事陪我聊天，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了，连宠物也没了，连我熟悉的东西都没了。我跟我姐姐其实也以前没有同住，原来公司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器材也放在公司所以没坏，所以我会去公司的原因是因为那边最熟悉。补助的部分就是到上个月12月份就停止了，就是生活补助。那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是商量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去解决我们经济的部分，因为目前我没办法去上班，对，然后我没办法坐太久，我大概坐半个小时我就不舒服了，对所以就是我们也在想说，是不是要开店还是做一些其他因为演讲的部分又没办法说我的场次有很多。对，那个就是不固定，它不是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收入，所以我们还是会担心收入的部分。那在这3年之间，当然是内心的煎熬是很折磨的。那除了内心的煎熬以外，还要去自己身体的一个康复，所以这3年我也很努力的一直在做复健。那做复健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想证明说我是可以的，而也不要浪费那么多的社会资源。那在复健的过程之中，我也尽我所能去鼓励所有的一个病友，告诉他们说，人生没有不会被打倒的事情，只要你愿意站起来的话，所有一切都会过的，一定都会雨过天晴。社会局长黄志忠表示，虽然过去的3年补助计划已经结案，但是市府关心甲陪伴嘛是会继续，受灾户需要长期的照顾，随着时间嘛有可能有新的需求，社会局嘛会看状况来调整，持续来协助。台南新闻郭维采访报道：0206大地震连伊个要满3年，但是不管是李总店也是曹伟林，现在因只要讲到东港的状况，游览嘛是会目眶红。李总店甚至连永康区拢无想要去。曹伟林表示，现在伊嘛无法度住伫公寓大楼当中，只要拄着地震，拢会真紧张。虽然市府嘛是一直拢有持续关心，但是对受灾户来讲，0206大地震嘛成为因心中无法度平复的伤痛。我都不敢往永康的地方走了，只要靠近的话，我就会想到我妈，我亲人其实都很酸所以我都一直在这附近。我只要可能要靠近永康一点，我就不敢去了，真的是一种创伤。地震的时候还是会心里那个当时的情形还是会在涌现只是说目前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就是努力去转念对，因为不可改变的对所以就是尽量就是去让自己的心情不要受到什么太大影响，把我们未来的路好好走完才是比较重要的对我都还没有经过那里，因为我还是不敢去面对，内心还是
阴影还是一直存在，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经过去原来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其实不敢住大楼啦，那种内心的惶恐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只要一有地震来，都很害怕。造成117人死亡的0206大地震，嘛成为这几年上严重的地震之一。市府嘛记取这届的经验，绝对袂搁互这种状况发生。但新闻国报采访报道。议员李中琴因接到侪侪安南区的居民တင်情，表示市府伫去年823水灾受灾户的补助，因为有民众检举，认为淹水无达到50公分以上，因此市府行文要求受灾户要退回2万块。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书记长蔡玉辉的带领，特别召开记者会，现场也有侪侪议员出面来声援。去年823淹水的一个补助的状况，以及东西咱是已经有核定，说要给我们受灾户2万5的这个补助款。那事后好像有一些状况跟原因所以导致金马公所发一个公文，要求因为它只有达到20公分，未达到50公分的部分，所以他现在要把这2万块的那个补助款给追回。那我相信当初第一步啦第一步应该嘛是咱公所这个部分出去测量的。那是第一步的部分，你就愿意要补助人这个补助款。是事后各有这个状况发生啦你们要求他们把钱缴回去，因为你们觉得他们在造假。那他们的造假，你们这样的一个发文，会让人家觉得你们污蔑到他们的人格，你们那个质疑他们的人格清白，他们的尊严摆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区公所在这个状况下，当时的核发是你们核发，你们公务人员有去现场量测。那你们第一个步骤已经错了吗？你们要承认你们自己错吗？那你们如果不承认你们自己错，那难道是我们给你贪污吗？我给你抢吗？你们的公文写得很清楚，你是欢喜甘愿要给我们补助的咧，我哪要去给你抢？你即摆欢喜要冤5冤，欢喜即摆要给阮退回来，就讲阮造假，那我们的人格尊严何在？会中议会除了邀请市府社会局、甲安南区长列席，现场嘛有侪位受灾户来发表心声。区长，我问你一句话啦，阮地环保，你无讲环保，无你是要凭啥物要收地啊？所以我有甲你讲过嘛，恁拢讲恁对的嘛，对毋对？你敢有可能着阮遮的灾民？庙嘛是恁咧庙的阮也无甲恁讲，阮到倒嘛是恁来甲庙讲安尼有过，有过你应该的毋是恁去遮是讲公文甲恁讲，安尼恁拢无过。阮毋是咧爱即条钱，阮爱的是讲你水到莫互阮淹水，阮淹水足痛苦的呢。对此，安南区长颜生奇表示，因为当初民众申请由公所来受理测量，毋过依据的拢是相片、水痕甲民众的设计。现在因为有人检举甲事实无符合，区公所只好委托第三个专业人员，依照高定的水平来重新测量。阮就测迄个高定的落差，根据外口的差不多水位，因为拢有相片，迄个水位来测，但是民众讲，水位是较低啊，安尼，迄拢有一点仔变化无毋对啦，当时就有依据，你测，测迄个高层，安尼，较搁去来做后壁审核的结果。但是有一部分的民众是讲，我要比较迄间，你甲我测有50公分呢，标已经即摆来，好啊，我嘛是从善如流要较紧的就扭，大家拢会过安尼。但即个中间，就民众摕相片来互阮这事实的因到遮尔恁来个切家己遐去啊？我无阮就无依据啊。当然嘛，依据民众迄个指认安尼迄个规定啊。当初政府的好意、从宽、从速加从简的认定，想袂到事后却出现检举甲事实无符合的状况，造成市府必须要追回补助款。徛伫公部门的立场，除了民众提出诉愿，另外政府官员嘛坦诚，如果依照淹水的关度来评定无同的补助，确实真歹认定。未来建议中央，希望能重新拟定一套单一的标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19建筑原野奖今年迈入第25届。这个奖项以往拢是伫咧高雄举行，但今年台南市首次加入消费者评选，
因此特别选到台南举行记者会。建筑原因奖今年以智慧新建筑、友善新环境作为主轴，希望会当带动南台湾来环球的建筑产业，持续向友善环境、智慧绿能这个目标来迈进。最主要是它在创造一个我们人居住一个好的、美好的环境。所以台南已经参加园艺奖有10几年，不过今年特别不一样的是，我们在今年比照高雄市举办了消费者的评审，就是所谓的消费者人气奖。那刚才我所讲的消费者人气奖，不是要去评个奖，它真正的内涵在于说，让建设公司它所规划的产品、所新建的房子，能够更贴近消费者的需求，那这样子才能够带给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是演讲的初衷。除了推动建筑产业迈向更加悬的目标，主办单位在去年嘛首次办理弱势独居长者关怀，今年嘛将扩大办理。台湾的老人社会这个老化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一块我们希望说演讲能够出一点力气，所以在去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全国的建筑盛典，那么我们透过义卖公仔，那么获得了167万的一个经费，那我们全数捐给社会局专款专用。那事实上我们也去参与这样的物资的分配。那当我们在送到物资到独居的长辈的家中之后，我们发现他说他缺乏的不只是物资而已，是他是没有能力去整理他的家园的。所以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说我们应该捡起袖子来，让他有一个除了物资不予缺乏之外，他还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主办单位表示，建筑原演奖已经迈入第25档，致力产业提升，坚持永续创新的专业价值，同时嘛当促进产官学分享交流，互相成长。未来嘛将积极参与自身的活动，善尽建筑产业的社会责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寡动画全部拢是学生的作品。台南市新闻以及国际关系处今年度举办的2019台南划时代动画影展以及真镜活动，对于济参赛的队伍当中，评审拣了19组入围的作品，鉴定伫咧今日公布。这寡动画甲台南府城的文化有高度相关，市府嘛希望借由这寡年轻世代创意，要来深度呈现出台南水。在地人都遗忘的这些角落、这些宝，都被你们一个一个挖出来了。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你们，让台南更精彩。也要特别恭喜你们，可以在100多组的这个角逐者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当然，我们要谢谢我们这个南台科大的伙伴们，为我们这么精心的来做评审，这个可以媲美这个金马奖、金钟奖的这种评审的过程了啊。我们希望说，这次的所谓的3部曲能够圆满的顺利，然后特别感谢我们的小潘老师，还有明天也要登场的赵大威赵导演，也会来跟同学们来做2天的一个研习。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珍惜这样的机会，要好好的挖宝。好不容易我们可以跟这个大师面对面、近距离的来做学习、来做分享。帮忙筹办这届比赛的南台科技大学数位设计学院，也希望借由动画的呈现，将台南府城的文化传向国际，让全世界拢看得到。台南作为台湾的首都300年，最近100多年才搬到台北去的，所以从以前很多比如说和治啊、日治啊这些时期，我们从文化从哪里进来？从安平进来。从安平登陆，靠着5条港输入到我们台南，所以我们以前几百年，我们都输入外国的文化、外面的文化，这些文化的能量在我们这边累积了。有一天我们应该再从5条港，再从安平，把我们台湾的文化输出。怎么输出嘞？像我们市政府办这个活动，第2个 focus 展览 ，focus 在同学。用年轻人的思想讲故事给年轻人听，年轻人才听得进去啊！不然像我们有时候老师在上课讲得太教条式，下面碎成一片，这样也不太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影展有这2个特别的意义这寡入围的学生作品将会在5月份来进行到最后的评选，决定前3名，冠军将会得到30万的奖金。市府希望借由安尼奖励来鼓励较侪少年的学生投入动画创作的产业当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
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市第一座市立的美术馆——台南美术馆，将要伫咧1月27号盛大来开馆。目前当咧做工程最后的收尾，这座台南市民期望已经相当久的美术馆，不但有美丽的外观，室内采光更是让人感觉相当的舒适。馆长嘛表示，成为一座新时代，采用着新设计来建立完成的现代美术馆。台南美术馆一定会让大家非常的满意。台南市美术馆是台湾在21世纪首座开启大门的美术馆，21世纪台湾首座开启大门的美术馆。其次，台南市美术馆是全台湾唯一拥有2座分馆的美术馆，也就是1馆、2馆。台南市美术馆也是台湾唯一公立美术馆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所设计的崭新的美术馆。台南市美术馆也是台湾第1座行政法人的美术馆。我们台南市美术馆也是唯一1座立体的绿能的美术馆。有太多第一，是我们可以用真实的建设肉眼可以看得到的。美术馆也伫今仔日公布了2馆开馆的时阵，将要首度展出的主题“台湾礼赞”。这个大展邀请了150位台湾的艺术家，分别依照7大主题，要来呈现着台湾文化的多元性甲丰富性。其中作品当中也蕴含着对台湾文化深度的尊敬。最新的2馆，我们举行台湾礼赞的大型的展览。那么总共有7个展间，156件作品，包括水墨、书法、油画，还有复合媒材。那么这一些作品里面，呈现出我们台南在地出生，以及在台南工作，还有长期在台湾各地都有艺术成就的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这些艺术家长年以来孜孜不倦的创作，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能够让台湾，能够让我们台南的乡亲重新的检视我们台湾的丰富的文化的土壤所结出来的果实。那么这些作品陈列在这里，正是我们战后几十年来艺术发展的重要的瑰宝。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展示能作为大家来展望21世纪台湾美术史的一个基础，由此来眺望未来。这座依照红红火意象转化成为5角形、喙形、柱顶的建筑物，打造成为深具台南市文化意义的特色美术馆。1月27号将要盛大来开馆。同时，到今年5月份之前，拢是免费入场来参观，也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做伙来参与，迎接这件台南市的大喜事。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农历过年就要到啊，
做伙围炉食团圆饭是真侪家庭共同的传统，但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要如何让长者食较健康又搁营养，就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台南市卫生局结合柳营基美病院，就特别为社区长者办理一场合作健康的滋味小酒来食团圆饭的活动。由基美病院的营养师现场教导阿公阿嬷要如何选用健康的食材来料理，才袂增加身体的负担。这较油对吧？哦，虽然一寡正的，较油的，对。啊，而且你看咱有配这的菜。在推广老人家怎么吃才会健康，才会营养。那我们平常的在关怀据点就会有共餐的服务。那在这个重溪的关怀据点里面呢，通常都是志工在做午餐的备餐。那我们就想要看看说老人家吃的健不健康，营不营养这样。那于是就媒合了柳营七美医院，那一起来这边在平常的时间里面就在这里做营养的据点跟营养的服务，好，在这个关怀据点里面。那今嘛呢是因做了真好嘛吼，啊，咱就要甲这成果互大家看，啊嘛是甲咱的市民讲吼，咱食营养会使，咱的团圆饭会使变大鱼大肉，我们还是可以做得非常的营养，非常的丰盛。本年吼，派出阮的营养科的主任哦，来亲身出马吼，啊，希望咱的长辈食了健康，食了营养吼，大家当足快乐的。除了教导营养的观念，伫现场阁有趣味的游戏体验，互参加长者会当真简单，就会当学习到健康的知识，借此提升长者健康饮食的观念。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市府卫生局以及立委组陈秀霞、议员林养仪、林怡静甲李伟智等贵宾的见证下，省大医学中心首次甲全台唯一的慢性病院振兴来签署医疗合作备忘录。两院的合作将提供生命末期的病人会用得到善终为重点，落实跨院缓和医疗的照护合作。首先，我嘛感谢杨院长，会当将省大这个资源来支援阮。咱知影省大病院是中心，对这个安宁缓和照顾是伫咱南部是会使讲是数一数二哦。伊愿意将这个经验甲资源传承予阮地区病院哦，这是互阮会当成长的这个因素。我想在分级医疗还有这个专人制度的这个系统下来，我想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做好。那另外长照2.0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地的医疗、在地的照顾、在地的安宁，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那我想，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在亚洲是首屈一指，在赵老师的带领下，我想把它做得很好。那成大医院呢，老实讲，在台湾呢，我们也敢说我们是第2名，因为还找不到第1名。所以，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接地气，我想来跟这个精神医院做这样的结合，我想也是我们的光荣。振兴病院主要以照顾老年慢性病人为主。是全台唯一的慢性病院。随着安宁疗护的普及，振兴对2年前就陆续邀请省大病院的安宁团队，为慢性病院加护理之家的临床照护人员来培训，并且对去年8月开始，省大跨科的缓和团队，包括医疗、护理加社工等，每2礼拜1届，加振兴病院的团队进行缓和照护的讨论。上午签约甲牌以后。未来省大病院嘛会指派新陈代谢、胃肠肝胆、甲精神、皮肤等专科医师来支援振兴病院的门诊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省大病院药师于慧红表示，伫照护过程中，病人上正拄到问题，就是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加化疗期间无必要的生活限制。加上患者一旦住院，药品拢是直接送到病床，所以并无药袋啊会当清楚注明化疗药物的副作用，所以传出治疗用药会分别到喙内错误消息，互患者毋敢甲厝内人做伙食饭。
有一个病人，他就听到说，有其他的病友说，我们化学治疗做完以后呢，口腔里面会有一个药味这样子。那他自己的联想就是想说，这个化学治疗可能打进去以后呢，会分泌到口水，然后所以说这口水里面可能会有化疗药，所以他导致他说，他不敢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这样子哈。那经过药师的解说呢，我们会跟他说，这个药品的排除其实大部分是由尿液或是粪便，那其实到口水几率真的是微乎其微，那他就是可以维持他正常的生活的这个依照他以前的这个生活方式，就跟家人一起用餐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子。省内病院肿瘤团队药师到达已经照顾超过2000例化疗患者，经过药师的指导，会当改善病人对化学治疗的不安，病人嘛会当更加清楚如何预防加处理治疗相关的副作用。所以患者对着药师服务整体满意度超过90%以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